是。有一个人划船时，剑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他立刻在船边做了一个记号，说：“一会儿靠岸，我就从这里捞剑。”可是船已经移动，剑早已不在了原来的位置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能死守旧方法，事情变化时要灵活应对。好奇。有人喝酒时看到酒里有一条蛇，他下着大海，喝到蛇了，结果病倒了。后来他的朋友告诉他，那只是墙上的公印印在了酒里，他才恍然大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疑神疑鬼，否則只會徒增煩惱。好奇。有個人畫咗一條蛇，然後都係呢隻咯。呢條蛇真係靚，但係佢覺得又唔夠完美，就加咗一條蛇。人哋話蛇邊有腳啊？呢個故事話俾我聽，我哋做事唔應該多此一舉，反而會壞咗呢件事。